起鸦片其实还有一团，最后一团就是讲平妹去比输的，迄可以称几多钱，按估几门上的事情哦。因为迄违法的事情，迄本人扭到，本警察的扭到，我去做去管哦，还有要罚钱，钱还来哦。我用的罚钱哦，估算迄迄本人扭到嘅时间，规个家庭就吓咧无，因为我出去讲遐个输的，就是家己本无钱啊，底本无钱啊，就有办法给人可以去讲哦。故所以总理府一开始反对，做唔得去，嘅係人民而做嘅事情，什麼嘢又可以去？啊，譬如講有什麼嘢哦，底本有什麼嘢哦，伊馬上去。總理府一開始講唔怕唔好，你人哋吃做實習是嘛唔怕，人哋你哋仲可以講，啊唔過呢，現實也係現實咯，開始生人哋去讀書嘅錢去哪來？故所以有一年呢，平妹就去講一個書嘅，第一擺講順利講過來，伊講看到平妹嘅面規個有那個酒血咯，按那個流汗嘅頭那麼疊把起面紅，可以來個就個跟神啊，個惡嘅勇士咯，因為伊無按呢，伊無辦法同東西講下來，因為嗰條書嘅個蟲，按蟲個冇講啊。也個就本總理府深度佢人事，我講係西來嘅，係勞工，結果冇辦法照顧家位哦，本家位按辛苦哦。後來呢，天一擺去講書嘅個時節，就本警察的發現呢，警察的去救援，平妹呢去如何訴訟嘅往啊合法地位，所以。條係好彩任務本警察的扭到哦，為了時間歸身呢就係送那個無槍補血咯，然後總理府看到嘅時間就個深度個傷心哦，推查有個講唔係自己合法地位網到嘅嘛，偏咪講冇啊，我係行路冇小心網到嘅，總理府講冇，我就係看到嘅，唔用唔講，偏咪講係講唔會傷心啊，唔好傷心。一個愛做嘅都愛就來做，不過呢，因為一件事情，鬼門上嘅事情，總理府就堅持唔好再去嘅，伊就出去做請特務來做哦，想辦法同一個家庭變好來哦。其實要做4年嘅審法，唔係困難，不過總理府要騙幾多錢來醫哦，所以存的錢。根本就唔起眼咯，也係鴉片平權夫妻地位來表現的哦。人雖然非常的貧窮無錢，不過兩個人的感情嘛係幾好。總理府對家位對生人呢，就教我人的一個工作嘅經驗咯。像世上唔會啦，伊自家承認一個唔會其他嘅一重不會。兩個人的生活，兩個人的工作就調穩過來哦。平權夫妻雖然百事愛，但係人呢只有冇人去打擾也冇，人係一個幾幸福嘅家庭。雖然冇錢，不過係幸福嘅哦。